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另外是观众欢迎收看2月12日中嘉台南电新闻。台南市长参选人颜顺泽上午到台南地检署按联控告担任黄伟哲后援会会长议员郭秀珠，以用无实在相片予媒体传播，企图影响选民，涉嫌违反选罢法。民进党台南市长参选人颜顺泽上午伫律师甲幕僚陪同，前往台南地检署按联控告担任黄伟哲竞选后援会会长郭秀珠。伫媒体以不实的相片放送，去年8个月期间，伊到议会请伊支持市长初选提名的2人为面。颜顺泽表示，不止时间点唔对，甚至报道涉嫌抹黑加公然侮辱，所以忍无可忍，按联控告郭秀珠涉嫌违反选罢法，企图予伊无当选。他用非常不适当的言论来公然侮辱我，那我觉得造成人格上的损失。所以第一个呢，我必须强调的是，1月11号，民主进步党初选已经报内政部，所以选举已经开始了。那1月16号，我已经正式登记变成候选人。他1月17号在6都春秋发表这样的文章，所以企图让我不当选。所以我第一个控告他违反选罢法。第二个呢，我控告他呢加重诽谤，用不适当的字眼来攻击我。所以今天呢，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决定呢，在台南地检署按联申告郭秀珠。对此，议员郭秀珠第一时间除了电话回应，嘛透过议会无党联名发出声明，表示这张相片只是强调过去2人好朋友的交情，来交予媒体刊登，并无意图混淆视听。但倒是颜顺泽要借一张过去的相片来做文章。但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国民党台南市党部10号举办小组长联合授证典礼，会中经政务委员郭书博以台南乡亲一个适合起家好所在来建言，强调泛蓝团结上界要紧，同时希望中央以全民调方式来解决台南市长的人选。随着选举时间愈来愈近，但国民党伫台南的市长参选人也未正式决定，嘛互有意竞争的前立委郭书博选伫台南市党部10号举办小组长联合授证典礼，向党主席吴敦义建言，会中强调，不管是上出线，团结上重要。我们跟中央建议就是说，第一个我们必须在这个机制上面要把泛蓝的整个纳进来，这个刚刚主席也已经确认这样的一个事情，那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发展那第二个就是当然这个机制是现在来讲最公平、公正的大概也是用民调的方式来处理。那否则你现在这个党内相关的一些初选，你也没有办法适用到泛蓝其他无党的人身上，所以一定是要用全民调的方式来做这样的一个决定那我对这样的一个做法，我是完全的赞成，而且完全的支持那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台南才能够跟这个泛绿阵营才能够有一场公平的一个决战。吴敦义嘛正式回应，台南有议员代表国民党竞选市长的候选人，加上泛蓝总共有3位，一切拢在沟通当中。同时也甲地方党部研究，以正拿全民调，迄个是2阶段初选泛蓝整合，都是适合的选择。我们党就是要这样子，你尽管自己有使命感，就是要去选，那你要透过党内的初选的机制嘛所以我希望台南也是沿照台中市的这个成功的范例我们希望有志者都能够参与你参与这个初选的过程，名正言顺那我希望假如有人是认为他是泛蓝，我们也欢迎他一道来一道来登记吗？还是那就是2个可能考虑嘛一个就是直接请泛蓝的朋友跟我们国民党是所谓正蓝的嘛那么就一起来做民调，这也是一个方式。另外一个就是2阶段就是2阶段嘛。凡是属于中国国民党的党员，
他愿意来参加第一阶段。那么如果出现了，那再来整合泛蓝的就是非民进党的候选人，那这也是一个方法。所以我们现在正在思考当中到底是用1阶段或者是2阶段，我们还会跟地方党部好好的磋商研究，然后再来做成一个决定反正有些急所该急，有些稍许缓一下。所以我觉得，凡是加入中国国民党的同志勿忘初衷，大家都能够坚持为党来奉献。他刚讲的重点其实非常重要，就是必须要团结所有可团结的力量啊。这尤其在我们台南这种比较艰困的地方特别应该这样。所以对于他说要把整个泛蓝，包括一些这个无党的参选，但是他基本上是属于泛蓝属性的人都团结进来，然后纳入相关的机制，我完全赞成。高斯普在全国民众关心的公共政策顶面参照无爱宴会的发展，考虑敢是重新启动核数等议题。高斯普嘛请中央多多建议一寡公道议题，并表示为了让台南成为真正适合生家的所在，首要是经济基础要有价值，但无爱霸凌的政府甲政客，伊要为这个目标来努力。电新闻古博义采访报道。2018月丁港电节第10号盛大开幕，今年以烧酒为主题，邀请国内艺术团队以及日本、澳洲的艺术家再来全新的创作。会中总共有48组的艺术场景，将整个月丁港布置成全台湾上界浪漫的丁海。现在带大家先做回来看卖。2018月丁港灯节伫市长甲议长等贵宾的见证之下，盛大开幕。今年以烧肉为主题，邀请国内外的团队打造48座的艺术灯景。市长李梦燕表示，这届的月丁港灯节具有上有艺术化、上国际化、创作化的3大特色，期待这届的参观人数会当超过去年的82万人。我们月津港灯节是一个结合在地的美景、水景以及艺术家的创作，跟其他传统的灯节是不一样。我们是一个具有最浪漫的气氛，那最有艺术气息，那也结合现代跟传统的一个灯节。那也在一个古老的老城盐水的这个老城里面来举办，所以我想是一个非常有气氛，非常值得大家来体验。希望大家在过年期间，全国的民众可以来台南甲村，那么来月津港灯节来体验这个艺术跟现代跟浪漫的结合的一个灯节，一个艺术飨宴。虽然天气无介好，但现场嘛是来了侪游客欣赏。今年的作品当中嘛有来自日本以及澳洲的光雕，互侪游客拢看了非常认真。感觉很好啊，就是就气氛很好就觉得心情也很棒就觉得身心很舒服。今年特别漂亮，今年比往年还要好看。今年的月丁港灯节嘛扩大到水秀桥，整个展出的空间大约10公顷，为期23天。欢迎所有民众做伙到咸水行村看花灯。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为将毒品赶出社区学校，木兰社区守望相助队积极配合警方，特别伫过年进前，针对贩毒、反诈骗等案件专案，用邮寄方式来卖力宣导。随着过年脚步愈来愈近，市警局除了启动巡安工作，其中第6分局嘛成立文南社区甲守望相助队，以反毒品、反窃盗等案件专案的工作重点进行宣导。
会中文案里长除了积极呼吁提醒民众加强安全维护，包括副议长郭信良甲议员蔡淑慧等贵宾，嘛拢到场参与瑜伽，希望请民众眼光。今仔日文南里巡守队哦，就是东红今仔头一天，因为咱东红这段时间呢，咱文南里已经巡守队全年无休，到即摆已经20几天啊，因为东红呢，阮拢会做阮的志工。差不多100几个出去游泳，就是迄贩毒、反诈骗，佮即摆呢02、06，迄个倒地动呢，甲你民讲即摆迄个即段时间拢足够地动，请大家爱注意家己安全，过年呢，你也要去出国佚佗，还是要国外佚佗，会当甲咱文南里遮登记阮会加强巡逻。伫过年这段时间有需要里长这部呢，咱办公处巡逻队中心拢有开，爱当做一寡服务，有需要里长的部分呢，请大家交代，里长呢全力以赴，甲这个过年安尼过落，安尼大家拢安尼平安甲快乐。警方甲社区充分配合，成为维护治安上佳有力的后盾，为了要互大家好过年，并且嘛共款要彻底将毒品赶出社区甲学校。电新闻本集郭国义采访报道。先欢迎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汽车哈，我不只有车，我还有司机。认真负责人，酒后不开车。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为了和台南市迎邻自家长辈快乐过好年，台南市退伍军人协会甲东门青客协会12号下晡特别前往迎面自家，赠送保暖的衫，佮邀请长辈做伙包水饺，嘛互因提前感受年节的欢乐气氛。岁元年中接近过年时节，台南市退伍军人协会甲台南市东门青客协会特别邀请到表演团队到台南迎邻自家甲长辈同乐，同时佮安排包水饺以及送保暖衫的活动，要互长辈请休息，快乐过好年。尤其是在这个岁末年初之际，又在过农历年之初大家能拨空到我们台南农家来看看我们住在农家的长辈我想大家是都非常充满有爱心，而且为大家今年的福报已经积得满满。为什么？大家今年都能有机会在过年前来从事这些公益的活动尤其到农家来，因为我们农家的住家的长辈都需要我们社会上来关心大部分都是住在我们家长辈都20-30年那有这个时间，大家能来这边跟我们长辈包水饺还有赠送一些意涵的东西我们非常谢谢。长辈透过包水饺的活动，感受大家组织做伙团圆氛围，因借着推拿甲精油热灵来放松筋骨，享受年节来到的温馨气氛。咱是文嘉山林根参不得。过几天特别过年，伫全家团圆慰劳日子，议员林美燕特别结下空金爱心会特工队营造公司顶一个善心的企业。另有1300外份年菜，嘛要为南区安平区的单亲家庭等弱势来加菜。
台湾02年号召空五金爱心会特工队营造公司顶一个诚信人士，共同领奖1300外分的年菜来送给南区甲安平区的单亲家庭甲病因户。上个为8点开始，得到小民众到医院服务处领取，欢迎伫农历过年会当全家团圆吃年菜，也感受社会对因的关怀。单亲家庭，你看一个家庭只有单亲的话，事实上他面临的双重一些问题啦哈，而且这么忙碌的时刻，有时候又要搬一些年货，然后我们有看到他们的辛苦啦。那这几年来，我们一些爱心人士，包括我们康环线爱心协会，包括我们营造工会，包括有很多的爱心人士，我们希望在这里面让他们能够感受到我们的温馨呐。然后我们就是发起的，就是在岁末的时候，帮他们准备一道的年菜，让他们能够至少在围炉的时候能够做一个锅底啦。那今年真的非常感谢各地的爱心呐。因为我们今年总共包括在南区还有安平区这个地方，我们分了3个点在花花，总共花了1300多份。那真的非常再次感谢所有的就是爱心人士，这边也祝福所有的人新年快乐。今年爱心活动为原本的南区扩大到安平区，因此伫医院02院国民路服务处、万里联络处甲安平联络处3个地点提供民众就近领取，希望为单亲也即是较弱势的家庭加菜，互因食饱过好年。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卫生党对每个到春节围炉这段期间，总是有真侪聚餐的机会。不过，糖尿病患者上烦恼的就是食美食的同时，血糖会对咧清悬，所以拢无啥敢食。对此，市立病医生特别教糖尿病患者安怎食才健康。透过报道做回了解。过年时总是免不了食青草的机会。不过对着糖尿病的病患来讲，却是烦恼着什么物件会当食，什么物件爱避免的困扰。对此，台南市立病院家庭医学科医师教导民众初步用2分法的原则，来将食物分做食了血糖会升悬的糖类，甲袂影响血糖的非糖类。强调只要把握这个原则，就当轻松控制血糖。首先，先把糖类跟非糖类分开。糖类就是会影响血糖，糖类就是包含饭、面、米粉、冬粉、地瓜，或者是一些用淀粉制作成的制品，例如说萝卜糕，例如说冰心地瓜之类的，这类东西都会上升血糖，这是糖类哦。那再来有一些再制品，像我们常加在火锅的鱼浆、鱼丸、贡丸、竹轮这一类东西也是糖类，甜不辣这个也是，所以这类东西是糖类，我们就要把这些东西限制在一个合理的量，这样子血糖就比较不会影响，而不会受到不会影响到血糖的一些食物，包含了青菜，那我们的肉、鱼、鸡肉、牛肉、羊肉这些都可以，再来是我们的豆腐制品、蛋制品、蔬菜，这些都是不会影响的，所以这些基本上没有什么禁忌。如果你吃不饱的话，吃这些不会影响血糖。医师表示，大约伫食饭了1点钟后，血糖会达到上悬。这时阵若是透过小可会喘的运动，亲像行较紧的，也则是骑脚踏车，持续10到20分钟，就当降低血糖。所以糖尿病患只要选择会当食的食物，再加上运动，更较侪餐会也唔免烦恼。但是，本站山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我在是这份有时好天天气，温度17度到20度，未落雨。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加阵风9级。感谢收看2月12号中午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